2026年喺中山買樓，我勸你量力而行。喺中山置換買樓呢，可能係好多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嘅主流選擇。好多人帶住對更美好生活嘅期待，比如話住入更加舒適嘅小區啦，擁有更加闊落嘅客廳同埋更加靚嘅園林。但係現實中，中山嘅置換客群體呢，大多數喺35到50歲之間，正處於上有老下有細嘅階段，需要考慮嘅遠遠唔單止呢個房屋嘅本身。我之前呢，就接待過一位50歲左右嘅客人，佢問我係咪應該將目前自己喺度住嘅唯一一套樓賣咗佢，再加多幾十萬，想喺中山嘅中心，比如話東區或者係石岐區換一套品牌開發商嘅大4房，因為啲仔女呢已經上咗大學，學區對佢嚟講呢已經係冇用。我哋暫且唔討論話佢嘅目標樓盤係咪值呢個價，但凡置換需要額外增加比較多資金嘅，都應該冷靜咁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個，你自己體面嘅養老錢準備好未啊？包括養老金、穩健嘅理財、儲蓄保險，甚至一間可以用於收租嘅細單位、細公寓。咁喺中山養老嘅成本呢，雖然唔係好似一線城市咁高，但係從容嘅生活依然需要規劃。第二個，你目前嘅收入仲可以穩定幾耐呢？職業生涯嘅黃金期呢，可能就剩低10年到15年左右。但係如果呢個期間你再孭上20年左右嘅房貸，未來收入一旦有波動，你嘅壓力會非常非常之大嘅。第三個，你為仔女將來準備咗乜嘢呢？因為喺中山安家雖然相對容易，但係年輕人獨立購房依然係非常之唔容易嘅。如果父母有能力適當咁支持一下首期啦，減輕仔女嘅壓力，都係一種現實嘅家庭資產安排。如果以上問題仲未有清晰嘅答案，或者可以再諗一諗、度一度，呢一次嘅置換係理性嘅改善啦，或者係你情緒嘅一個驅使呢？中山嘅樓市呢，唔係好似一線城市咁樣波動非常之大嘅，但係置換決策呢，一樣係影響到我哋家庭中長期嘅一個財務安排，尤其係當前市場嘅環境啦，寧可慢一步都要踩準節奏，你覺得呢？